好啦，各位歡迎收睇2025年9月21號星期日9點40分嘅颱風速報片。時間係9點34分，雷暴警告同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現正生效。咁我哋而家睇特別天氣提示啦。預料熱帶氣旋華加莎會喺今明兩日移向呂宋海峽一帶，繼續增強，有機會以超強颱風強度喺本週中期靠近廣東沿岸。按照現時預測，本港星期二、3天氣逐漸轉壞，星期三吹烈風至暴風，天氣惡劣，有寒風、大驟雨及雷暴，海有巨浪同湧浪。由於受顯著風暴潮影響，屆時沿岸水位可能於2017年嘅天鴿同2018年嘅山竹相遇。市民請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氣消息及做好防風防水浸準備。好啦，我哋講咗好耐，我哋講嘢講好耐咧，我哋就睇下風暴嗰個路徑嘅。咁我哋現時而家咧，華加莎佢喺夜晚8點就增強為強颱風，之後佢喺凌晨2點佢就會增強為超強颱風。咁之後咧，佢就會進入本港800公里範圍，之後就會正面吹襲本港。咁華加莎係正面吹襲本港啦，之後5號咧就係溫控啦，就係去台灣海峽嗰邊嘅。咁我哋因為咧呢度係撈唔到啊，先搞到咁，我咧就同大家就係講翻嘅。好啦，我哋9點40分嘅颱風速報咧就去到呢度啦。咁我哋下一節嘅颱風速報咧就係咁我哋咧9點40分嘅颱風速報咧就去到呢度啦。拜。